甲这日啦，好上元好早着啊，好中秋好晚着。无食5月粽，破喉唔甘白。食过8月半久，破喉就先苦。哦，伊这吼，这拢爱用迄个白话啦，毋是像我读迄诗词文章哦，用迄个用吼，上元节就是迄个，对啊，元宵节啊，吼元宵节，那时气若好早当迄个场外好无？若中秋的时天气若好，就是迄个第二那这个早到晚到这日本人安怎称呼这无？咱就修行2届对无？日本拢差不多是1届尔啦，一届日本叫做一毛座，121毛毛花的毛，咱修2届叫做2毛座，那迄个屏东遐修3届无？叫做3毛座，3毛萨克，2毛萨克，这就是即摆来个，今年敢是6月当时，迄个5月初5，迄个6月当时个啦，敢若搁一个通话吼。6月初1030、40，搁41、2天啦，所以随时拢会天气哇，雨若来也是都会冷嘛，所以破喉，这字咱叫做喉啊，就是这个字，我迄个，咱顶摆咱有读迄无？我来背个《论语》嘛，颜渊记录是子曰：“何过？”言而至。子曰：“子路曰：愿以马击球，吾朋友强，备之以无患。”愿骑马以求与朋友共。喉啊的这个食过8月半久，8月半的天气开始咧破喉嘛袂使单调，爱食米菇，古早风俗，我不晓得，以前在我8月半爱食米菇，是啊。对啊，迄个，不，歹势，我着第一届，所以为着要讲这我，我是真啊，破把骹手咧，袂煞家里袂使啊。好来，那个。这个8月半是甲中秋的迄个中秋8月对啊，中秋咱有嘿。你讲中秋爱用8月半。对啦，这8月半咱有拜拜嘛，嘿啊。嘿，好像嘿啦，米菇嘿啊，迄一个小朋友去鱼米遐买物件。伫顾店的是小姐嘛？我讲这小姐伊就爱甲伊讲国语啊。有小姐，小姐问我，你别说，我要给你们买面龟仔啊。他说我是面龟仔，
米糊啊！哇，搞了半天好的，规家对着欧巴桑欧巴桑过店嘛，入去啊，人讲少年诶，你要买啥啊？我要甲你买馒头啊，馒头啊。好，这是笑话一个啦。